师傅，这是你本月第7次羽化了，这次能行？闭嘴！为师正在感受天地灵气之变换，等吉时一到，便会羽化成仙。想要及时，那简单啊！我这就下山买些炮仗，还有大红灯笼，把咱们这道观呀置办喜气，这庆贺年寿终正寝。胡闹！我堂堂的太乙仙人的亲传弟子，居然是个顽劣之徒，还连个练气期都没有。唉，您要是真有什么仙人实力的话，至于时不时被山下那些妖兽打得鼻青脸肿？我还不是为了帮你出奇，才将那些妖兽抓起来炼成仙丹吗？师傅，可是您给我那些仙丹，对我根本就没有作用啊！时辰到了。我去，什么情况，师傅？您真要上天？千峰，你有一个师姐，一定要找到她，否则大劫将至，生灵涂炭。此乃信物，你要将它收好，以便日后相认。师傅，您真要走啊？您走了，山下那些妖怪我拦不住啊！清风啊，你告诉为师，你是从何处而来？为何不能修炼啊？师傅，我是地球人，身体构造和你们不一样。你是什么球？师傅，那就算我要下山的话，盘缠你也没给我，你藏的那些小伙子私房钱去哪了？你这混球！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，师傅！不是吧？怕什么来什么？我灭星了！宿主有难，系统激活，请问宿主是否开启无敌领域？啊？无敌领域？开启，快开启！无敌领域即刻为宿主开启。无敌领域开启，当前领域值0，领域等级1，领域范围10米乘10米乘10米，当前任务5。啊，领域等级才1级，那我是不是很弱鸡啊？回答宿主，领域范围内宿主为绝对无敌状态，即便本世界最强的仙人也不是您对手。我去，那意思就是说，我现在碾压大罗金仙，就如同碾压蝼蚁。可以这么理解。嗨，那我以后岂不是到哪儿都能横着走了？提醒宿主，无敌领域一旦生效，便无法移动。啊，这太坑了吧！那我以后怎么下山找我师姐啊？宿主只要不断提升领域等级，扩大范围，今后此方世界都将成为宿主领域。师傅何故停下修炼？奇怪，我师尊的气息为何消失了？不知太乙山发生何事，我要回去看看。师傅正处于突破瓶颈，半波渡劫，现在停下怕是不妥。对啊，事关重大，万一前功尽弃怎么办？行吧，以我师尊的修为，应该不会有什么事。师尊，等我。听说这山上有仙人，逛半天，连个人影也没看见。
这些妖兽最低等级的都是金丹期，随便一只都能把我吞了。不知死活的畜生，想死就过来！这领域真无敌啊！师傅生前可没这么好对付妖兽。仙人在上，请收我为徒。你谁啊你？你什么档次啊？还想做我徒弟？小女名叫苏清雪，从山下而来，因为被逼迫嫁给那权势滔天的叶家，无奈之下，我只好偷偷跑出来拜师求艺。我想让自己变强，回去摆脱这门婚事。不收不收，你被逼婚关我屁事儿。仙人，你不收我为徒，无异于见死不救啊！哟，道德绑架，那你回去找你家人以死相逼啊！上吊、投江、服毒，怎么刚烈怎么来呗！啊！仙人，你留我在这山上，我给你洗衣做饭、端茶倒水，好不好嘛？哎，还赖上我了。这个徒弟呢，反正我是不会收的。你要是想去背白嫖，上山当个苦力，随你的便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自己找事做去。是师傅。哎，我还没同你做你师傅啊。我要拜师。只要我足够心诚，就一定能够打动仙人。这丫头真是倔得跟牛一样。哎，你想干嘛？你还真想被白嫖啊？师尊，这是小雪家传千年的翡翠项链，代表小雪拜师的诚意，请您收下。这丫头是真心想做我徒弟，可惜我根本不会教啊。身为无敌高人，怎能没有美貌侍女？无敌领域任务模式开启，当前任务宿主若收徒成功，可提升100领域值。我去，翡翠我就不收了，但看你如此诚心，我就勉为其难的收你为徒吧。真的，太好了，师尊！哎，恭喜宿主收徒成功，获得100领域值，领域等级提升为2，领域范围扩大为100米乘100米乘100米。提醒宿主，若徒弟修为提升，可同步获得领域值。小雪啊，为师这有一枚筑基丹，吃了它一定会对你的修为大有助益。什么？筑基丹？这在山下可是一粒难求，多少门派为他争得头破血流。老道士说这是用妖兽炼化的筑基丹，既然他都成仙了，现在应该不会有假吧？这看起来像是药渣呀！凭师尊的修为，罐里不应该有这种劣质品才对。好强的灵力！叶家的聘礼是枚上品筑基丹，灵力
不及这颗的1/10。行了，小雪，吃了它就好好修炼，可不要给为师丢脸啊！放心吧，师尊。太好了，我突破筑基了！耶！师傅，师门的灵药果然效用非凡，师尊我突破筑基了是吧？瞧你毛毛躁躁，区筑基罢了，莫要得意忘形。你这筑基之后还有金丹、元婴、化神、合体、渡劫，你这之后的路还长着呢。我知道了，师傅。突破筑基还用你说？系统早就提示我领域值200到手了，没想到这丫头还是个奇才啊！昨天还练7层，今天就突破筑基，还真是捡到宝了。师尊，我如今筑基成功，回去退婚，族人肯定会同意的。苏清雪，给我出来！苏清雪，给我出来！爹，族长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还不是为了找你，让你跟如烟出嫁，你却躲到这里来，赶紧给我回去！族长，我都说了，我不嫁叶无道。大胆！苏清雪，你要违抗家族的命令吗？族长，有话好好说，这小雪不是不明事理的孩子。哎呀，这一大清早的是谁在这吵吵嚷嚷的呀？啊？哪儿跑来的野狗啊？臭小子，你是何人？我还没问你呢，你们谁啊？师尊，这是我爹和苏家的族长。师尊，他一个乳臭未干的野道士，撑死也就是练气气，怎么能做你的师尊呢？你别这么说，我师尊可厉害了，他一出手就可以歼灭成群的金丹期妖兽。歼灭金丹期妖兽。苏清雪，你是不是脑子坏掉了？我爹这么厉害，他都没办法对付金丹妖兽，更何况这么一个野道士。哎呦，你爹对付不了，说明你爹是个垃圾。但你现在有眼不识泰山，说明你也是废物一个。你，臭小子，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？我管你是谁啊！你若是来捐香火，欢迎掏钱；如果不是，赶紧滚蛋！大胆！我爹可是筑基巅峰的强者，臭道士，你给我嘴巴放干净点！别吵了，我是不会嫁给叶无道的。叶无道丧心病狂，娶妻练作炉鼎，今年他娶的30个老婆无一幸免。你们现在逼我嫁给他，简直是把我往火坑里推！荒唐！叶公子这次要娶你们做正妻。你见过谁娶正妻，娶一对姐妹的？哼，强者3妻4妾再正常不过了，更何况是叶无道这般天才。他是天才，我也是天才。哼，如今我筑基成功，苏家不必依靠叶家，可以退婚。什么？小雪，你筑基了？别听他胡说八道！我爹花了几10年才突破了筑基，就他才修炼了几天。苏清雪，今日就算你爹在这儿，但是为了整个苏家，就是用强，我也要把你带走。哎，你们这帮跳梁小丑，敢在我的道观这儿撒野，我今天不收！狂妄！你这个道士确实狂妄，看我不踏平你的道观！哎，师尊，你一出手，他们小命可就没了。让我来即可。行吧，反正你现在已经是筑基期，对付这一些普通的家将，苏清雪，你被这臭道士骗了骗，就真以为自己达到筑基了？给我上去！族长，别伤着小雪。什么？竟然真的是筑基修为！不错，太好了，小雪，你竟然独自突破了筑基期，真是绝世罕见的天才呀！怎么可能？他一定是练了什么邪道之法，所以才如此突飞猛进。苏如烟，你别胡说，
这多亏了我师尊给我一枚极品筑基丹，才助我突破成功的。筑基丹？不会吧？苏清雪，筑基丹可是稀世珍宝，连叶家都拿不出几枚，就这个野道士，他怎么可能有？看来清雪真的是天赋过人，苏家这是出了天才了。这跟这个野道士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今日我听闻叶无道刚刚突破了金丹期，现在是喜上加喜。我得到叶家老九的开心，在订婚宴上送那些珍宝和丹药作为聘礼，这都是我师尊的功劳。就算是我死，也不嫁叶家。苏清雪，你平日娇惯也就罢了，今一意孤行，我真的惹怒了叶家，招来灭顶之灾，真的要你爹和整个苏家为你陪葬吗？喂，你这个糟老头子没完了！刚才还在说自己是个强者，结果现在却逼一个女孩子出嫁，原因却是因为害怕被报复。哎，你这么大岁数了，你丢不丢人啊？臭小子，你懂什么？叶家是修仙界第一世家，不仅有元阴老祖庇佑，还有一位修为通天的始祖隐世不出。我是真的惹怒了叶家，换作是谁都担不起他们的怒火。哦，原来叶家在你们那儿就是天花板的存在了。我现在有一个办法，既可以不用让小雪出嫁，也可以让你们不被报复。什么办法？去把叶家上下全都叫来我这道观，看我把他祖宗18代全给秒，推动人。真是荒谬！如果今天的话传到叶家耳朵里，别说是你这道观，就是太乙山都给你荡平。你尽管传出去好了，我把话就放出去，不服来战！只会耍耍嘴皮子，有什么用？苏清雪，赶快与他断绝师徒关系！这种言出无状的人，绝对会惹下祸端，还会连累苏家。糟老头子，你屁话是真多！你若识相，现在就滚；若你一意孤行，踏过此线，生死便由不得你。你敢威胁我？过来呀！你找死！师尊，下手轻点，别伤了族长性命。混账！堂堂筑基巅峰修为，怎会被一个练气都没有的野道士伤到？怎么可能？我爹可是筑基巅峰啊！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啊！糟老头儿，现在还逼小雪嫁给叶家吗？不逼了，不逼了！如果小雪不同意，我绝不会逼她。太好了，小雪，有如此仙人做你的师傅，想必那叶家也应该会给我们几分面子。仙人，3日后叶家前来提亲，举办订婚宴，苏某想请您下山坐镇苏家。仙人意下如何？这个不行，我的领域一旦打出去失效，别说金丹级的叶无道，哪怕他一个练气7修为的手下，都能把我打死。我避世已久，不便轻易下山。若叶家对退婚仪式有任何异议，便让他们上山找我。哼，我看你是怕了吧？你胡说什么呢？我师尊的实力你也看到了。哼，他虽然有点本事，但是他年纪轻轻，撑死不过金丹期。叶无道的身后可有元婴老祖撑腰，你一个野道士拿什么抗衡？等我们一离开，这野道士就逃难去了。不然的话，他为什么不下山，照着你这个爱徒呢？不，以我师尊的修为，即使不下山，也能目视千里。苏家离这儿不过3000丈地，订婚宴那天，叶家的一举一动都逃不过我师尊的法眼。3000丈地，那就是1万米。订婚宴还有3天，
无敌领域升级快些，应该能在3天后覆盖苏家地界。小雪，当天若有任何危急，捏碎此鱼，为师瞬息即到。师尊，瞬息即到，你以为你是元婴大能啊？笑话死人了！你居然敢打我！老子想打谁就打谁，有本事打回来呀！混账！我可是叶无道的未婚妻，你居然敢冒犯我！叶无道又怎样？就算是元婴老祖来了，我也不放过眼。不信，就敢来试试。不知死活的东西！今天这仇我记下了，日后我一定让你后悔。小雪，如今你要下山，为师有些东西要送给你，随我来。是师尊。师傅，这是什么？啊，这是祖师爷亲手种的草药，既可以增进修为，也可以疗伤。老道士生前念叨这是上乘仙草，每日逼我吞服，结果对我屁用没有。倒是有什么跌打损伤的时候，服下的伤势倒是好得快些。这些草药虽然看起来十分普通，却是师尊送的灵物，效用一定非凡。哎，师尊，这草药名为何物？你就叫它云北黑药吧。云北黑药，好奇怪的名字。反正你日后练功若是什么伤了崴了，你记得服用便是。好，徒儿谢过师尊。小雪，这盒子莫非是仙人送你的下山礼？师尊送了我一些道观中的灵物，助我修行所用。哼，灵物？这么一个破败的穷道观，有什么灵物？野草恐怕是不少。小雪，这2日你的修为真是突飞猛进呐！没错，多亏师尊给我的草药，才助我事半功倍。师尊能有如此高的造诣，一定是他平日修炼从不懈怠。我也要向他学习，不能给他丢脸。想必仙人此刻正在潜心悟道。哎呀，都中午了，该吃饭了。徒弟修为提升，宿主得到新的领域值。徒弟修为提升，宿主得到新的领域值。徒弟修为提升，宿主得到新的领域值。哎呀，我这个徒弟还真是天赋极高，这2天这领域值一直蹭蹭的涨，这领域等级也不低。不错不错，这才仅仅2天，10年一开，竟然能看到山下1000多米的光景。这小雪哪天若是突破了什么更高的境界，那我这无敌领域岂不是可达万里之遥了？哎呀，我这还真是捡到了个宝贝徒弟啊！
9层，我练到筑基9层了，太好了！小姐，订婚宴开始了，叶家的叶公子来提亲了。哎呀，咱们许久不见了啊！快入座。我的姐妹花新娘呢？今天大喜之日，新娘为何还不出来恭迎本少？快看，那就是云界第一修仙世家叶家的公子叶无道。苏家戒备，统家也叶无道，攀上叶家的高枝，真是祖上莫轻焉呀！但我听说这叶公子娶妻是要当做奴婢。别胡说，被叶公子听到，你就要倒大霉。在这儿呢，在这儿呢！盼星星盼月亮，可算是盼来了威武无比的叶公子。你这小蜜嘴，能说会道的我很喜欢，就是不知道你这小嘴在其他方面如何呀？讨厌，叶公子大庭广众的啊！你妹妹呢？快叫她出来一起服侍本少，我现在就想在此洞房。白日宣淫，口无遮拦，叶无道，你还知道廉耻吗？什么蝼蚁，竟敢与本公子叫嚣！叶公子，她就是苏清雪。你就是我的小妾呀，有性格，我喜欢。谁要做你的小妾？苏如烟嫁你，我可不嫁。今日我要和你退婚。我们低数吧，这苏清雪说要退婚，也可以理解，毕竟谁想做奴婢？可这冒犯了叶少，只会让苏家血流成灾呀！哦，想退婚？叶公子，事情其实是这样的。爹，本少让你说话了吗？我在问你女儿。爹，我娶她们是你们苏家上下修来的福分。别以为是你们苏家值得我高看一眼，我这般天才，注定踏上云巅。是，能与叶家联姻，是我苏家的福分。叶公子莫要动怒。你是天才，我也是天才。就你？没错，我已修炼到筑基9层。筑基9层，好，此事若真，够资格让我娶你。来人，加聘礼。天哪，这叶家真是富可敌国，还有那修灵草能助长人的修为，凡人一株难求。怎样，还不心动吗？这些东西在我眼里就是粪土，跟我师尊送的简直天差地别。你师尊何方神圣，竟敢与我叶家相提并论？他师傅啊，不过是太乙山上一个破道观的野道士。你什么？野道士？苏清雪，你师傅不是送了你一个灵物吗？就在你身上吧。我当是什么宝贝呢？就是几株野草，你也当个宝？真是不知好歹，有眼无珠。这分明是野草，怎么说是灵草？是啊，这苏清雪恐怕是被骗了。无知，我师尊送的都是绝世罕有的灵物。一个野道士和这野草一样，屁都不是，叫他滚出来！师尊隐居已久，从不下山。他说退婚一事，叶家若有异议，就去太乙山跟他求见。放肆！他什么低贱身份，也配本少求见？哦，那野道士还说了，叶家他覆手可灭，有因老祖他都不放在眼里。既然他没胆子出来，那我倒要看看
他是如何反对这门婚事？把苏清雪捉回叶府。是。叶无道，苏家容不得你这帮放子！来人！苏海、苏清雪，你们父女伤害死苏家吗？叶公子，他跟父女二人的决定不能代表我们整个苏家呀！给我上！蝼蚁撼树，竟敢忤逆我叶家！把他们父女给我拿下！爹，我来。天哪，苏清雪竟真达到了筑基9层，天纵奇才呀！可惜叶无道已经迈入金丹境界，他难是敌手。进来！自不量力！苏清雪，你现在认输，乖乖跟本少同房，把本少伺候好了，还可以饶你一命。就算是死，也不会嫁给你这个禽兽！真是病急乱投医！你真以为一株野草就能助你修为暴涨？金丹期，小雪突破了金丹期！什么？这野草竟然有如此强的功效，应该叫仙草。这暴涨的灵力，能抵得上数10年修为啊！怎么会？这野道士怎么会给他如此珍稀之物？系统提示：苏清雪已迈入金丹境，秦风获得领域值加成，领域范围扩大至1万米。太好了，徒弟竟然突破金丹期了，真是天赋异禀。有问，无敌领域正好拓展到苏家地界，让我看看现在是什么情况。好，我已经迫不及待，让你匍匐在我身下，被我蹂躏。同为金丹境，如何败我？天真！暗器伤人！暗器，这可是元婴老祖赐下的至尊宝物，蕴藏着他老人家无上神威，能发出接近元婴境界的攻击。你区区金丹境也被阻挡？呸！一位小人！我看你桀骜不驯的小嘴，能倔到何时？跟你拼了！你要做什么？做什么？你爹和手下家将敢违抗我叶家，还扬言要退婚，不给点颜色看看，我叶家如何立威？叶无道，我师尊不会放过你的！师尊？什么狗屁师尊！一个低贱的野道士，本少就算把你们苏家上下全杀光了，他恐怕也没胆子出现吧？不，师尊他一定会来的。他说过，我会为苏家主持公道。哦，他现在人呢？
不是扬言要叶家覆灭吗？现在做起缩头乌龟怕死了。苏清雪，识相的就乖乖爬过来，让本少开心了，苏家也许还能少死几个人。不动，你不是人！死到临头了还执迷不悟，他那爱吹牛皮的师傅怎么可能会来嘛？小雪，叶无道，你放了我爹！放开！你师傅不是神通广大吗？让他来呀！事到如今，你还以为那个废物师会来救你们吗？师傅说了，他一定会来的。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。四海八荒我为尊，纵横天下一门。本座在此，谁敢欺我徒儿？仙人，何方神圣，竟瞬息到场！没想到苏家竟然有此等高人相助。师尊，我就说你一定会来的。当然，为师说过，会为你主持公道。仙人，靠仙人为苏家做主了。奇怪，我竟然在此人上看不出一点灵力波动，甚至看不清他是如何现身。不行，得先试探试探。你是何人？何门何派？敢偷袭我叶家家将？这事可不容易轻易算了。本座独孤一人，畅游天地之间，傲视天下群雄。我就是小雪的师傅，无敌门的门主。呸！什么无敌门？一个野鸡门派门主，闻所未闻。叶公子，他就是我说的那个太乙山上的野道士。太乙山，就是离这不远的那座荒山。若真是有实力的门派，又怎会隐居在太乙山的计划了？一个野道士，平时独自在荒山上撒野也就算了，如今敢跟我叶家叫板，你可知我叶家是修仙界第一世家，权势滔天，人人畏惧。敢跟我们作对，我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区区叶家，本座根本就不放在眼里。即便是你把叶家师祖叫过来，也得乖乖给我徒弟磕头道歉。放肆！本少今日就虐杀苏家上下，并在此地和苏清雪洞房，我看你如何护他们周全！你敢动他们一个试试，我顷刻就灰飞烟灭！黑煞鬼，出来！叶无道手下头号强人，好事不是黑煞鬼。这黑煞鬼是金丹境界的高手，传闻他专吃人心来助长自身修为。这不少我们叶家的宗派都被他一人所灭，死若凄惨呀！区区金丹期也敢在本座面前露面，臭小子，口出狂言！那你又是什么实力啊？哼，仙人的实力，族长是有体会的。那日在太乙山，族长一招都没撑下去。没错，我师尊可秒杀成群的金丹期妖兽，实力深不可测。什么？他击败了苏家的族长，还秒杀成群的金丹妖兽？这不可能吧？哼，毛都没长齐的野道士，能有什么高深修为？苏家妇女不过为他搭台唱戏罢了。黑煞鬼，用出你全部实力拿下这个野道士，本少奖你10年半的灵力仙草。不知死活！今日本座就让你见识一下无敌门的力量。黑煞鬼的绝技百鬼半行，这鬼魂都是他杀死的强者，灵力为他所用。歪门邪道，练此魔功还真是相由心生，看本座紫霄神雷！双错雷剑，这何等神通啊！这等境界，口出之体，怎么可能？啊！
听了，听了。系统，我要查询一下无敌领域的范围。我靠，原来是距离不高，无敌领域范围只延伸到了会场的1/3，你都站在了我的领域外面。障眼法，刚刚那都是障眼法。果然是个只会虚张声势的家伙，净耍些不入流的小把戏。苏清雪，这就是你口中歼灭金丹妖兽仙人，大家都看到他的小把戏露馅了吧？吓死人了！原来这唬人的障眼法，年纪轻轻的本事不行，竟学坑蒙拐骗的手段。就是，这苏家妇女可让这野道士坑惨了，现在很难收场啊！我就说了，他不过是个装神弄鬼的野道士，你和你爹还真当遇到了世外仙人，笑死人了！刚刚的攻击怎么突然消失了？难道师尊故意放黑煞鬼一条生路，想让他知难而退？还是师尊忌惮叶家背后的元婴大能？哎，也对，他毕竟是修仙界顶尖强者，师尊若真出手，就回不了头了。师尊，劳烦您下山了。徒儿，你说什么呢？叶无道，我同意嫁给你，但是你要放过苏家，并让我师尊离开。现在知道后悔了，晚了。本身是看你有几分姿色，打算玩玩而已。你不会真想做我的正妻吧？要做正妻也是我，你先前不识好歹，现在又想重新嫁回叶家。今天你们一个都别想走！苏清雪，今天这大堂就是我们的洞房，让大家我亲眼看看，我就在这儿办了你，做我的奴婢。这就是违抗我叶家的下场。黑煞鬼，给我拿下！徒儿别慌，今天苏家的事儿我管定了，你们谁也别想动他苏家。死到临头了还在逞能？小雪，快到为师这儿。想走没那么容易。仙人若是不便出手，就带小雪走吧，也得让老夫来拖延。不行，爹，我不能丢下你不管。好一场灭门之前父女情深的戏码呀！黑煞鬼，给我统统抓回来！黑煞鬼，你若再敢往前一步，本座便让你挫骨扬灰。可别怪我没警告你。你吓唬谁呢？难道还想再用一次障眼法不成？刚才我只是给你个机会，让你知道我们力量的差距悬殊。叶道士还在装模作样，连灵力都没有的废物道士，还敢在这儿放肆！今日就让你见识见识金丹强者的威能。金丹虽强，又怎敌仙人一指？叶道士疯了！当比当车，你去死吧！仙人果真是修为通天呐！请仙人保全我苏家，保全苏家。起来吧。谢仙人，天哪！仅你一指就让金丹界的黑煞鬼灰飞烟灭，苏家有这样的靠山，难怪无惧叶家。你不是说他是破道关里的野道士吗？为何有这么强劲的实力？不对呀，他若真那么强，他为何不敢下山呢？我知道了，他一
定是在山上捡到了什么法宝，借助法宝的力量，他才灭了黑煞鬼。对，一定是这样的，不然的话，他怎么不早早出手来救咱们父女呢？你是说，他在太乙身上捡到了法宝，才敢来这订婚宴？没错，他一定是用了什么法宝，并且还有什么限制，不然的话，他刚刚第一次出手，怎么就失灵了呢？有道理，不然年纪轻轻的哪来那么强的实力？若是比拼法宝，我有元婴老祖乾坤镜，未必跑到。更何况身后还有几十名筑基强者和10名金丹强者，即便是元婴高手来，也能斗上一个。叶不道，发什么呆呢？被本座的仙人一指给镇住了。放屁！少在这装神弄鬼！叶道士，别以为只有你有法宝，叶公子手上可有元婴等级的法宝，他一出手，你立刻就死无全尸了。啊！你说的我好害怕呀。那我应该继续用手指碾压他呢，还是用脚踩他呀？哎，你应该比黑煞鬼撑得更久一些。叶道士，找死！师尊小心！这怎么可能？发生了什么？这可是元婴级那种大能级的攻击，你怎可随意等下？弹指一挥，元婴神威可摧，仙人的境界深不可测。叶无道，我师尊的实力，你还没见识够吗？不可能，不可能！若他真那么强，他为何不敢过来和我较量？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，他捡到的法宝一定是某种阵法。没错，是阵法。你们看看，从刚刚开始，他的脚就一直没有走出过红地毯。这么说来，那当时确实未曾挪过一步，一直在原地故弄玄虚呀。原来如此，刚刚是他第一次出手，应该是超过了阵法的范围，才导致失效。难道当日在那太乙山上，他便是提前布置了阵法？哈哈，叶道士，有本事你上前2步，再来跟本公子过招。一群蠢物，本座想出手时自然就会出手。看样子那叶道士好像是没招了，阵法只能护得了他一时，护不了他一世啊！什么阵法限制？别胡说八道，枉议我师尊。没本事出手，那我可就走了。完了，叶无道若是走了，他日若卷土重来，我苏家必遭灭门呢。哎，没办法，毕竟现在是靠阵法暂时吓退了叶家。他日我重振旗鼓，率多名强者前来，再请元婴老祖出山。不管这野道士用什么法宝还是阵法，都护不住苏家。哎，叶不道，你先别走啊！你刚才不是说让本座上前2步吗？嘿嘿，我出来了！嘿嘿嘿，我又进来了。怎么样？你来打我呀，混蛋！那道士竟然动了，难道刚刚不是因为阵法之力没道士？或许是他在逞能，现在阵法失效了。叶道士，竟敢挑衅我！他日回来，我定将你挫骨扬灰！他日？你刚刚明明说今日就是我的死期，还说要虐杀苏家上下，在座的各位可全都听到了。叶无道，你自诩是修仙界的旷世奇才，却带着一群家将还不敢打我，这说出去不怕丢叶家的脸？你啊，不对，先是黑煞鬼灰飞烟灭，结果你的元婴法宝又完全奈何不了我，叶家的脸啊，已经完全被你丢光了。现在的你，就像一个没长大的巨婴，自己打不过我，还要回家请元婴老母，真是可笑。是元婴老祖，差不多。所以你现在承认你自己是个巨婴，要回去搬救兵了？老母，不是，我想你了。不是，那你现在还不动手，是怕了还是怂了？要不要你把裤子脱下来给大家伙看一看呀？说不定你这个巨婴其实已经被吓得尿裤子了。混账东西，满口胡言秽语，真是忍无可忍！
叶公子今日已损失一名金丹强者，要不改天请元婴老祖出山，再灭了这小子。不用，不管他用出什么阵法，我这群家将合力齐上，哪怕龙吟强者也能斗上一斗。今日本少必让你这个野道士立马归西，全部给我上！奇怪，师尊呢？寻了一遍太乙山，却没有发现任何蹊跷。待我用神识再查探一番。这是叶阳的后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不好，我得过去。怎样，叶无道，还敢放肆？仙人在上，是我不知好歹，有眼无珠，求你放过我吧！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叶无道欺辱苏家，该当何罪？仙人饶命！仙人饶命！你看在我叶家是修仙界第一大家的份上，求你放过我吧！无论是天才地宝，还是美女夫人，我是统统给你准备好，一一献给上仙。这些我不需要。看在叶家元婴老祖的份上，莫跟我计较。不看僧面也看佛面吧！我再也不敢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全英气，本座还不放在法眼里。我这个人，要么不轻易动手，要么就斩草除根。你说吧，是你自我了断呢，还是我送你一程？我提醒你，若我动手，会让你死得非常痛苦。我想活，我不想死，由不得你。不要！住手！你是何人？在此恃强凌弱，出手伤人。你又是谁啊？本座有需要告诉你吗？前辈，我是叶家少爷叶无道，我奉家族之命前来提亲，没想到半路出现个野道士，强抢我的未婚妻，还杀我族人，甚至还有人被挫骨扬灰了。没错，前辈，我们苏家和叶家早有婚约，这野道士却横插一脚，现在还要将叶公子杀人灭口。叶无道、苏如燕，你们需要在这颠倒黑白，血口喷人！我没有，事实就摆在眼前，大家都看见了。你和这个道士里应外合，狼狈为奸，父亲还在助纣为虐。放屁！简直一派胡言！前辈，你一定要替我主持公道啊！只要前辈出手拦住这野道士，事后放心，本座既看到此事，便不会放任不管。你刚刚说你是叶家人，是的，前辈。如此，本座就更不能不管。本座与你叶家颇有渊源，你叶家始祖叶阳曾经拜我为师，接受我的点化。本座深知叶阳的为人品性，你作为他的后人，想来品德也不会太差。今日有本座在此，便不会让你有事。感谢前辈，感谢前辈。不过方才您说我叶家始祖曾拜您为师，没错。那敢问前辈您是？无名太医女帝。什么？太医女帝？她居然是太医女帝！传闻太医女帝天赋卓绝，道法通天，16岁迈入金丹，30岁元婴大成。如今多少年过去，她的修为恐怕早已超出我等的想象。女帝又如何？还不是胸大无脑？你说什么？你说你修炼也经历了这么多年了，仅凭他3言2语就被骗了？你脑子这么简单，还不是胸大无脑？放肆！你怎敢如此和本座说话？说了又怎样？有什么不敢的？有本事你过来呀！你看我不当众打花你的屁股，给你长点教训。好嚣张的无耻之徒！
仙人，这苏某深知您的厉害，但这太阴女帝是传说般的存在呀，甚至点不过叶阳，是叶家始祖的师傅，这可万万惹不得呀！哼，我管她是什么太阴女帝还是太阳女帝，她再强，能强得过本尊？小小道士，狂妄无知。本座现在是合体巅峰，只差半步即可迈入渡劫。什么？合体巅峰，半步渡劫？听到了吗？半步渡劫，这是你根本想象不到的存在。叶道士还敢出言冒犯女帝，今天你的小命就交代在这儿了。想取我的命啊？那就来取啊！但是我刚刚说了，你要是敢过来，我就当众打坏你的屁股，给你长点教训。好啊，本座还是头一次见到你如此嚣张的家伙。本座现在过来，看你能不能伤本座一根汗毛。女帝大人，此事实乃误会啊，切莫与仙人动气啊！是啊，女帝大人，我师尊是不想看我跳入叶家的火坑，所以才出手对抗叶家。叶家始祖曾经过本座的点化，成为云界第一世家，岂会是火坑？女帝大人有所不知，这叶无道前后娶妻共计30几人，就是为了练做炉鼎，助他修行。我不愿嫁他，他就在这订婚宴大打出手，还想在众目睽睽之下强暴于我，而后杀我族人，逼我就范。我实在是看不下去了，才出山救我。此话当真？绝无半句虚言。前辈，你别听他胡说，此女搬弄是非，千万别被骗了。没错，前辈，是苏清雪和这野道士有染，他想杀叶公子灭口。叶无道、苏如烟，你们二人真是不知廉耻！好了，两边各执一词，本座事后再问。不管这道士有没有恃强凌弱，口无遮拦却是真的。如此嚣张的登徒子，必须教训一下，否则不知悔改。就你教训我？我告诉你，哪怕在他们眼里强上天，但在本尊面前，你不过就是个小菜鸡。畜生，真是太嚣张了！师傅，你别说了。小雪，你看着。哼，疯了！居然敢挑衅传说中的太阴女帝，真是死到临头了还不知道。喂，胸大无脑的女帝，你怎么还不过来啊？找死！不愧是女帝，好强的灵力！班门弄斧，敢在本座面前献丑！天哪，师尊也太厉害了！仙人的实力不亚于太阴女帝呀！小道士，你耍什么花招？花招，这是本尊的实力，还没看出你我之间巨大的差距吗？女帝大人，别听他吹牛，他不过是依靠着阵法和法宝的能力罢了。没错，若是女帝大人上前使出全力，片刻就能将他拿下。确实，这小道士身上没有一点，而我则是渡劫期的修为，近身攻击拿下他，应该易如反掌。不对，这强烈的危机感是为何？仿佛下一秒就生死不由己，如笼中之鸟一般，毫无反抗之力。奇怪，从未有这般如临大敌的感觉。难道他是渡劫期的强者？不对，凭我合体期巅峰的修为，哪怕渡劫强者也不可能在我面前隐藏如此完美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怎么了，前辈？您是身体不舒服吗？前辈，赶紧把这野道士拿下呀！哎，可惜了，他要是迈出这一步，进入我的领域，非打来拼不可。像这样的女强人，不吃个大亏不会学乖。小道士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本尊的名讳也是你配知道的吗？野道士，
在太医女帝面前竟敢如此嚣张，真是找死！那你倒是叫他过来跟本尊碰一碰啊！怎么，名气这么大的太医女帝，在本尊面前连一步都不敢向前吗？仙人虽实力高强，但这女帝毕竟是半步渡劫的强者，那可是修仙界的天花板啊！还是不要再惹怒她为好。太医女帝可是连我叶家都要敬仰的存在，你一个低贱的身份，竟敢屡屡出言冒犯，若我叶家老祖知道了，就算你弟不出手，也要将你碎尸万段。听你们在那儿叫嚣个半天，我耳朵都快长茧了。他这么厉害，你倒是叫他过来呀！啊？奇怪，女帝居然不敢出手，难道真的是忌惮师尊的实力？我知道了，师父一定是合体系的强者，女帝不动手，一定是不想跟我师尊翻脸。荒唐！太医女帝天赋过人，年轻时就已经精彩绝艳，更是修炼几百年才达到了合体期巅峰。而她一个毛都没长齐的野道士，就算从娘胎里开始修炼，也达不到太医女帝的1%。没错，那个破道观出来的废物，如何能与女帝相提并论？还真是师父爱说大话，徒弟也没见过世面。哎，你到底还过不过来呀？你再不过来，你身边这2条狗吠个不停，我都快被吵死了。虽然不知道你的依仗是什么，但别想轻易骗我过来。哼，这太阴女帝竟然真的忌惮仙人！什么？怕了你就直说嘛。谁说本座会怕了你？那你怎么连一步都不敢上前啊？刚刚你不是还放出大话说要教训我吗？怎么，本座只是轻轻出手就把你给镇住了？本座做什么做？我看你就是恐惧本尊的仙人之威，要不然怎么寸步都不敢上前，不是吗？毕竟本尊刚刚可是说了，你要是再敢往前一步，本尊就当众打你屁股。不过你闭关打坐了这么多年，你屁股不会坐塌了吧？放肆！你在胡说八道些什么？哦，看来没有坐塌嘛，那挺好的。哎，不如你上前来，让本尊验证一下。满嘴污言秽语，真是不堪入耳。那你倒是过来教训我呀！你别跟你徒孙一样，只敢动口不敢动手。你不是要保他吗？这样，你跟本尊去一个角落里，你主动把你的裙摆脱下来，让本尊你这个色胆包天的狂妄之徒！哎，想哪儿去了？本尊只不过是要打你3下屁股。本尊做事风格说1不2，说了要打你屁股就一定要打你屁股。打完你的屁股呢，本尊就大发慈悲不杀他，如何？畜生小子，实在是忍无可忍！送死！哎呀，这女人啊，就是不打不老实啊！哈哈。怎么，本尊说打你3下屁股就打3下，不多不少。这样，你还敢不敢再过来了？女帝大人，刚刚怎么回事啊？对啊，他岂能打你？刚刚只是一时大意。说你胸大无脑，看来也不是完全没有脑子。终于知道害怕了。你要是再不过来，本尊可就走了。徒儿，走吧，随为师回山上修炼，待你修炼完成，亲自为族人报仇，再来覆灭他们叶家。清雪，仙人法力无边，回去以后一定要好好跟仙人修炼。是师尊，我知道了，爹。见不到，你等着，等我修炼出关，一定灭了你们叶家，给我族人报仇。哼，狂妄无知！我叶家光金丹期高手就不下100名，还有即将突破化神境界的元婴老子坐镇，你就算过来了，也只有死路一条。无妨，有本尊指导，
用不了多久，小雪的修为就会突飞猛进。届时，再向你们叶家兴师问罪，大不了本尊亲自出手，灭你叶家，连灰都不剩。你胆小鼠辈！走吧，徒儿，跟他们在这扯皮只会耽误功夫。是，师尊。无敌领域新任务开启，请和女帝结为道侣。什么？系统，你这不坑人吗？我刚刚惹怒完人家，你还要让我跟人家结成道侣？哎，算了算了，这任务不做也罢。小雪，抓紧为师。女帝大人，这事就这么算了？人都走了，还能怎么样？三星的道士趁本座不在偷袭一等，本座亲自送你回叶府，也好看看叶家现在什么样子。好，多谢女帝。等我回了叶家，和老祖禀报此事，那野道士必死无疑。鄙人叶家老祖叶傲山拜见太阴女帝。拜见太阴女帝。无需多礼。女帝，快里边请，我叶家早已为你备好上等的酒席。不必兴师动众，本座送叶无道回到叶家，还要去别处寻人，不便久留。这可不行啊！早先始祖留有祖训，若是遇到女帝，必要好生款待，以答谢女帝点化我始祖的大恩大德。晚辈这就去禀报闭关修炼的始祖，他听到后一定会立刻赶回，只为见女帝一面呀。叶阳，是啊，女帝，你们师徒二人许久未见，何不趁此机会叙叙旧呢？也可。既然如此，本座便打扰了。请。什么？女帝出关降世，还来了我叶家，哈哈哈！太好了！我垂涎女帝的太阴体质已有100年，终于要有机会尝一尝。事不宜迟，我要速速赶回叶家。哈哈哈哈！师傅，我师傅太阴女帝在哪儿？叶阳，师傅，真的是你！这些年您都去哪儿了？可真是让徒儿苦找。自然是在我的太阴宫殿闭关修炼。为师如今已到合体期巅峰，只差半步渡劫。半步渡劫？果然，师傅的体质特殊，修炼起来亦是进展神速。你呢？如今修为如何？找为师所为何事？你们先下去。你这是作甚？师傅，弟子叶阳，受您点化才能迈入修仙之途，多年来一直对您念念不忘。你有这份心，为师很感动。徒儿是朝思暮想，夜不能寐，对您的那份心意，俨然已经超脱了师傅的情分。你这是？师傅，徒儿对您情谊深厚，想与您结为道侣，执手偕老，共修成仙之法。什么？师傅，您可愿意？此事不妥，为师与你师徒一场，从未有过任何情分。你如此行径，实在太过唐突。也是，恕徒儿冒昧，让师傅困扰。师傅，您先请坐，徒儿为您沏茶赔罪。
岳阳，你为何偷袭于我？我这全力一击，想必你也受重创。你这功力竟然也是半步渡劫，这怎么可能？没什么吧，我常年闭关九幽魔窟，依靠我叶家子孙为我捉来的炉鼎，以人命做法，血祭献身，这修炼起自然是事半功倍。什么？你竟然为了修炼而遁入魔道，残害无辜？什么无辜？能作为我登仙的炉鼎和药引，是他们这辈子的荣光。叶阳，你修炼魔功，草菅人命，本座一定不会放过你的。不会放过我？你现在身受重伤，还跟我说这些？我如今半步渡劫，正处于瓶颈，而你身为世间罕有的太阴体质，令我垂涎已久。若能和你肉体成欢，我的修为必定能够抱着飞升成仙。你这畜生，本座绝不会和你遁入魔道。那可就由不得你了。恭喜师祖得到女帝后，就要功德圆满，飞升突破。我叶家出了渡劫仙人，必然会睥睨天下，所有法宝美女都唾手可得。你二人做得不错，方才点的迷魂香，马上就会在他体内发作。到时候，女帝就会自己脱光衣服，跪在我的面前，求我帮她解毒。什么？你们居然暗中下毒，真是卑鄙无耻！没错，等我把你办了，我还会吞噬你的仙体本源，将你辛苦修炼数百年的灵力归我所有，把你彻底变成一个只能满足我肉体欢愉的痉挛。原来那个小道士说的都是真的，叶家人早已狼狈为奸，成为丧心病狂的魔头。现在知道晚了，算算时间，迷魂香的药效也要开始发作了。师傅，你就乖乖的成全徒，好好练，你开心，我也开心。你这狗贼，休想得逞！本座真后悔听信了你们叶家的谎言，步步掉入这陷阱。早知如此，本座就该将你们叶家上下赶尽杀绝，一个不留。师祖，但您吞噬了女帝的仙体本源，女帝的修为已经废了。念在晚辈孝得犬马之劳，可否赏赐给晚辈，也尝尝人间极品啊！好你个后生，真是色胆包天，像极了年轻时候的我。到时候就把女帝也赏赐给你爽爽。虽然我会吞噬她的本源，但女帝的本身体质极为特殊，就算是成了痉挛，平日用起来也是有益修行，能助你早一步突破。多谢师祖。师祖，既然如此，不如让我子孙二人一起享用这个白皙嫩滑的女帝。好，上阵父子，我们叶家祖孙一个都少。卑鄙龌龊，畜生不如！就算是死，我也不会让你们这些贱人碰我一下。什么？燃烧本源？好你个女帝，真是刚硬，宁可强行燃烧本源遁走，也不愿从了我。但你终究逃不出我五指山。师祖，现在怎么办？当然是追，除了太阴宫殿，他还能逃到哪去？师祖，我愿与你同去，助你一臂之力。不必了，你和这后生留在叶家，为我准备好血祭飞升需要的药引。什么？难道师祖要全面开始那个谋划？没错，以999名强大修仙者做药引，练就我的盖世武功，血祭飞升，一举突破成仙。届时，我自当天下无敌，只手遮天。待我把女帝抓来，一定要在那血祭飞升祭坛上，将她百般蹂躏，
与我一统快意。哼！明白。晚辈这就发动全族之力，势必为始祖凑足药引。这些药引当然是首选苏家之人。我现在便前往太阴宫殿，你二人速速准备。遵命。说，太阴女帝到底去了哪里？你这魔头，居然修炼如此歹毒的邪道功法，想抓住我师父，简直痴心妄想！负隅顽抗，还这般嘴硬。师父如此，徒弟也是如此。既然这样，那本座就先将你二人抓回去，好好审，再做成本座血迹飞升的药引。你这才练了10个小时，够不够？继续练。师傅，救我！师傅，你还有别的徒弟？我没有啊。这不是太乙女帝吗？她怎么被伤成这个样子？这不是前几天牛逼哄哄的太乙女帝吗？怎么这般落魄？师尊，你别这么说，咱们也不能见死不救啊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我还想问你呢，你师傅师傅的喊着，怎么是终于知道我的厉害了，想要拜我为师了？我没工夫跟你耍贫嘴，我师父太乙仙人呢。这里是我的道观，哪有其……什么？你师傅太乙仙人？难道说你是我师姐？师姐，你别胡说！我师父太乙仙人明明就只有我一个徒弟。喏，那是你下山之前，之后呢，师傅就又收了我这么个徒弟。本门信物在此。原来如此，你竟然真是我师弟！也是，只有师父这么古怪的性格，才会可能收你这个奇葩等徒弟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师傅还说让你来照顾我，看你现在这个模样，是我照顾你还差不多吧？别说了，师父，我要见他，现在只有师父才能救我。师傅啊，师傅他老人家早就已经羽化仙去。什么？师父死了？不然他干嘛让我下山找你呢？哎呀，好了，也别在这儿站着了，进去疗伤吧。又是这叶家，他们竟然全家作恶，真是上梁不正下梁歪。早就跟你说了，凭叶家的所作所为，肯定没一个好东西。那天你还护着叶武道，怎么样？现在后悔了吧？我也没有料到叶家始祖叶阳竟然堕入邪道，成为魔头。哎呀，这事已至此呢，你就先好好疗伤，我呢就再教导小雪几天，到时候直接去找叶家算账，再顺便帮你报个仇，你就放心吧。叶阳半步渡劫，修为不在我之下，你就别去自讨苦吃了。你我好歹也是师出同门，你怎么还找他人威风？你可别忘了，那天在苏家，你在我面前可毫无还手之力，还白白被我打了3下屁股。哎呀，好了，师尊，你就别再气师伯了，我去拿点疗伤药给师伯。去吧。你看看小雪多乖巧，你这师姐呀，就应该跟我这徒弟多学学。学好了呢，我心情不错，我就帮你多扇叶家师祖几巴掌，再把他绑过来给你谢罪。我靠，不是，你不是这么感谢我吧？是迷魂香的毒性发作，我中毒太深，没有别的办法可解，只能双修。那我。
要不要！对，没错，为师正在为女帝疗伤，没事，不要进来。那好吧，那师傅你完事叫我啊。师姐，怪不得我了。师姐，昨天的事儿是你主动的，我知道，一时情急，别无他法，我不会怪你的。这也不是什么坏事，总比被叶阳夺走我的第一次去注意他修炼魔功要好。注意？没错，我天生乃太阴体质，与我双修能有补益。清方才一试，你的修为可以突破。我靠，原来师姐还是人形大毒药，可惜我依靠的是无敌阵法，并非和他们一样的修行。没错，我的灵力确实大有提升。可惜我时日不多，无法再继续帮你修行。啊！此话从何说起？你不是就受了些皮外伤以及迷魂香的毒气吗？在叶家时情况紧急，我燃烧本源才勉强逃脱。如今没了本源，只会慢慢油尽灯枯，最后衰竭而死。这怎么行？你可是我的第一个娘子，而且你这么漂亮优秀，我不允许。谁是你娘子？我不管，我不会就这么让你香消玉殒的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与太阴女帝结成道侣，领域升级，获得特殊能力起死回生。什么？娘子，你有救了！叫师姐，别娘子娘子叫，真是没大没小。如今我们师父已死，这世间恐怕再也没有他人能够救我。叶阳也可能很快就会杀到这里，凭我现在的状态，根本没有办法抵抗他。你一会儿赶紧带你的徒弟逃跑，不要被我连累。我这师姐还真是个好老婆，自己都快没命了，还担心我的安危。谁说救不了？我就能救。你？没错，就是我。但是我治好你，我可有个要求，那就是你要乖乖做我娘子。我这个师弟真是太离谱了，都这种时候了，你还想男女之事？真不知道师父当初看中你哪一点。那你就说答不答应吧。也罢，我都是将死之人，就当是完成师父最后的遗愿，好好照顾你，就做你一日娘子又有何妨？嘿嘿，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不准反悔。你还要？你想什么呢？我要给你疗伤。真的好了？怎么可能？秦风，你是怎么做到的？你忘了你刚才答应我的事情了？先叫我一声相公，我再告诉你。我好啦，我就实话告诉你，其实你相公我早就是仙人。你仙人？你骗人的吧？我骗你干嘛？我现在的实力和境界可都比我们师傅还要厉害。那若是真的，当日在苏家订婚宴的时候，你怎么拿我没办法？那时我还需要一点时间，你那时候想要对我出手，可是根本对抗不了我，还被我打了屁股不是？也就你这没大没小的师弟，才敢打师姐的屁股。总之，现在方圆6000丈，也就是大概2万米之内，你相公我就是绝对无敌的存在，还能起死回生，掌控凡人的生死。什么？绝对无敌，起死回生？就算是师父在世时，也不敢如此夸下海口。哟，你刚刚不就是领略我起死回生的能力了？那你刚刚说有范围的限制，若是有6000丈，怕是也到不了叶家的地界吧？无妨，待小雪再修炼一段时，不是，
等你相公我再修炼一段时间，无敌领域的范围就会继续扩张，届时我再找叶家算账，为你还有小雪报仇雪恨。秦风，那叶家老祖已到了半步渡劫的境界，再加上他在修炼魔功，过段时日，恐怕更上一层楼。没问题，他强任他强，清风拂山岗。莫要拖大，就算是你真的有实力应对，你徒弟小雪也有一战之力才行。这段时日就让我帮苏清雪修炼，一定能够帮他快速突破。这样一来，才能准备好应对即将到来的危机。来来，别累着，尝尝我刚洗的葡萄，可甜了。干嘛呢？没看我在指导小雪练功。不碍事，不碍事，他练他的，吃你的。哎，你别啊！现在到底是算师伯还是师娘？师傅，我也要吃。嘿，你这妮子，你还在练功呢，吃什么吃？一会儿练完再吃。哼！恭喜宿主苏清雪突破至金丹巅峰，领域值再度增加，领域等级提升，领域范围扩大。现在扩大到什么范围了？领域范围过大，正在扩张，扩张完成后自动汇为宿主。现在范围太大，开始有延迟生效了。哟，小雪，不错，这么快就到金丹巅峰期了。没错，师尊，多亏了有师娘的帮助，我这几日的修炼才能突飞猛进，多谢师娘。小雪天赋异禀，修为接近当年的我，是万里无一的修炼奇才。真不知道你这个师傅是怎么当的，先前一点正经门道都未曾传授给小雪。多亏了他悟性极高，自行掌握了诸多要诀，所以我只是稍作点化，他修炼起来也事半功倍。我就是想让他学会独立思考、自立自主嘛。恭喜宿主无敌领域范围扩大至3万米乘3万米乘3万米。你看他最近进展的不是一直很好吗？苏家有难，苏家有难啊！小姐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快去救救苏家，救救老爷吧！怎么回事？快说！几日前，叶家老祖和叶无道那个畜生，带着他们手底下那个高手，趁着夜色偷袭了咱们苏家。所有人都给我抓起来！是。咱们苏家上上下下男女老幼，除了我以外，全都被他们活捉了。苏老爷拼死将我送出来，让我来太乙山找您跟仙人报信。求仙人救救苏家吧！不，我叶家不共戴天。叶家人将苏家人全部带走，这是为何？不知道，但是被他们抓走，一定会性命堪忧。师尊，师娘，求求你救救我们苏家！来，起来。徒儿，你放心，苏家有难，我不会不管。不好！太阴宫殿的星月20发来血书，他们也被叶阳抓走了。信上说，叶阳将众人带到了叶家建造的幽冥祭坛，准备献祭仪式，助他血迹飞升，魔道冲天。什么？血迹飞升？血迹飞升是以人命为代价，血迹邪神的魔道功法。叶阳如此暴虐，若真将魔功练成，就不仅仅是献祭者会丢了性命，修仙界也一定会生灵涂炭。事不宜迟，我们即刻出发，阻止叶阳。好。好浓的血腥味儿！师父师娘，你们快看！怎么还牵连了众多修行者和无辜之人？妙，这无敌领域的范围只延续到了祭坛的边缘。能成为我的妖是你的荣幸，不像那些没有修仙资质的侏罗。不要！
叶养疯了，变死魔狗竟然连自己的后辈都不放过。放心，等我把你血放干就不会痛。不要！叶阳，住手！太医女力。苏清雪，妹妹，好妹妹，你快让女帝和你师父出手救我！哼，现在居然好妹妹的叫上了。叶阳，你伪练魔功，残害无辜，罪无可恕。太医女帝，我正愁要去哪儿找你，没想到你竟然自投罗网。我现在伤势已经痊愈，定要铲除你这魔头。哼，你燃烧北南遁逃，怎么可能这么快恢复？没错，太医女帝，你少在这故弄玄虚。算算日子，你也该油尽灯枯了。两个鼠辈也敢叫嚣！没想到你还真的恢复功力了。恢复也好，这样我便可以重新吞噬他的北南。你妄想！快住手！成了，本尊的魔功大成！娘子，师娘。我已突破成仙，从此以后，天上地下，非我独尊。师娘，你没事吧？小雪，叶阳这个魔头已经突破成仙，快等你师父离开。又来了一个小美人。始祖，此女乃是我的未婚妻，也是苏家人之一。始祖，您可以将她拿下，共同享用。叶道，你这个畜生！好，你这后生真是门外事人。小雪，小心！突破元婴？什么？他竟能临时突破？这小姑娘倒是有点神，可惜我已成仙。第二招，看你怎么挡得下来！小雪，宿主徒弟苏清雪达成境界突破，领域等级增加，开始扩张领域范围。什么？娘子，徒儿，你们辛苦了，现在交给我。师父，相公，你终于肯叫我相公了。臭小子，你是何人？我是你的收尸人。可笑，我已突破成仙，这世间再无我的对手，你竟然还在这儿跟我口出狂言！仙人之上，我亦无敌。你这没见过世面的野道士，不配本仙出手。本仙已将部分魔力赐予你，谢过师祖。把剩下的药引全部炼化成你自己的功力，然后杀了那些，将你的给我带来。他们要做什么？难道说他们也要血祭飞升？没错，让你们看看这是谁！师父，小雪，你快逃啊！月耀星，叶傲山，你放开他们！叶傲山，你别伤害我爹！今天
就让你们尝尝至亲之人死在你们面前的痛苦。你们2个人渣，快把他们给我放！秦风，如把他们完全吸收了，送你一起陪葬啊！动手！赢了！郝云，苗香！那就是魔功的威力吗？这道力量在我身体里源源不断的涌现。恭喜宿主无敌领域范围扩至35000米乘35000米乘35000米。叶家败类，那死切到了！你死到临头了还敢嘴硬？老祖，你我联手一起把他杀了！小心！我。你这野道士倒是有些功夫。魔头，你残害无辜，伤我娘子和我徒儿，就算将你千刀万剐都不为过。臭小子，你不过是杀了我叶家2个不入流的东西，竟敢如此嚣张！连太阴女帝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更何况你？哪怕你师傅在世，也没法胜我。天地变色，师傅，别管我们了，快找机会走吧！秦风，现在找机会逃走，凭你的天赋，将来一定能够为我们报仇。知道你相公我天赋异禀，实力出众了。秦风，现在不是开玩笑的时候。今日，你们一个也别想逃！不好，师傅！怎么可能？你区区凡人，怎么挡得下仙人一击？凡人？你在本尊面前连凡人都称不上，不过是一条老狗。混账！看招！怎么会这样？夫君，天哪！难道师傅也成仙了？这不可能！你怎么能与本仙匹敌？你这种货色，也配自诩称为仙人，简直跳梁小丑！这出道士，吃我全力一击，下地狱去吧！湮灭魔功，湮灭魔功。本仙这全力一击，定要你挫骨扬灰，魂飞魄散！不好，这一击要是打中，大罗金仙也会当场殒命。是啊，师傅没有要躲的意思。去！怎么可能？我的全力一击就这么被他轻易化解了？最强一击，就这，没招了吧？没招，就到我了。你要干嘛？当然是要你的命。有话好说，有话。去九泉之下找你叶家的孙子孙孙去说吧。仙人如一拳。
搞定。太好了，终于把那个魔头铲除了。我早就说过，你的相公我是绝对无敌的存在，这次你相信了吗？哎，你们怎么看起来不是很开心的样子啊？虽然消灭了叶家，可是死去的亲人们。小雪，人死不能复生。啊，原来是起死回生啊！杨子，你忘了，你的心爱人相公我可是会起死回生之术的。真的吗，师傅？清风，你现在真的是超越仙人的存在了。没错，假以时日，你也可以的。我要怎么做到？当然是回太乙山，和你相公每日双修了。讨厌，你真是没个正形。师傅、师娘，你们要回去了吗？别落下我。好，咱们呢一块儿回去。